所要值得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起立。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星期天可以聚集在一起，来这边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
们来到这边，交托我们所有的烦恼、忧愁，有你喜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主啊，我们要交托我们的忧愁，一起来。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羞辱，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主啊，我们要交托我们的疾病，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我们弟兄来唱。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羞辱，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我们换姐妹来唱。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我们一起大声来唱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我们现在要跟你旁边的人说，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主啊，我们要交托我们的忧愁。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羞辱，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主啊，我们要交托我们的疾病，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Yes Lord， 一起唱，嘿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再一次 Yes Lord，come on。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随手定住被困住遭逼迫却不被丢弃，难道不是死亡啊？在中间的背靠，有他应许的祝福，他喜乐是我力量啊。虽然你手有痛苦哭泣，到生命换不醒来。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羞辱，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再一次来交托。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一起大声唱，嘿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我们一起拍手来唱，嘿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最后一次大声唱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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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边敬拜赞美他。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视我们每一个人为宝贵，你看见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及软弱，你总会用满满的恩典与慈爱赐下充满平安的心在我们身上。主啊，感谢你永不离弃我们每个人。你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你充满恩典的手牵着我们走这条人生路。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柔面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受所造，深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主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嘴角，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主啊，我们要再次开口对你来唱。主啊，你是扶持我们软弱的神，你是加添我们力量的神。我们一起来。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柔面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受所造，深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主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嘴角，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嘴角，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嘴角，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那扶持我们软弱的神，你是那加添我们力量的神。主啊，感谢你，你更是那拯救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你。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服侍的同工。
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女。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走在你的道路中，也祈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传扬福音，让这世界还没有听到主你的福音的人，能够接受到你的福音。主，也祈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聚会，都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报告，那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教会消息，我们今天是福音主日，那我们感谢郑明堂老师，他待会会用音乐来分享他的生命的见证。那如果你在那个老师分享见证之后，你有感动的话，也可以拿那个奉献袋来奉献。好，老师待会会在生命见证的时候会讲。那愿主继续带领赐福他在音乐事工上所需的一切都丰盛有余。第二点，本主日下午礼拜部会举办圣歌队的观摩联谊，欢迎对圣乐有兴趣的兄姐可以留步迎赏，因座位有限，请由3楼入座。第三点，一节牧师经过第68届总会通常年会权衡为财团法人基督教的美国南长老会台湾差会董事会之董事，任期3年，愿主兼顾他手所做的工。第四点，教会1楼大门右侧有彩色镶嵌的玻璃组，那经小会同意，由台北公馆教会退休长老奉献，由台艺波公司设计制作，那已经在4月21号完成安装。大家待会那个礼拜结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可以拍照。好，感谢上帝的恩典。第5点，疫后生活渐趋正常。那主日礼拜或查经祷告会的直播会继续。那我们会取消各团契的LINE群组的直播连结。那如果没有办法参与主日礼拜的，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建成教会。然后查经祷告会也会在 Facebook 的建成教会社团里直播。团契消息，北中松联部会举办春季灵修，在嘉义的佐登尼斯城堡澄清湖3日旅游，详情请看公布栏，报名请洽美玲会长。奉献明细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这边要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我们是从美国回来的传道田颂恩和黄慧珍，我们请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那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礼拜。那左边好像也有3位是新来的朋友，我们可以先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一下。好，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礼拜。好，接下来圣经。今天圣经记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来读。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经读到这边，音乐见证，我们接下来请郑明堂老师，他的题目是新生命。不认识我，可是呢，宇翔执事他们的年代，他们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是来带乐团的，所以看到乐团还继续成长着，献上感谢，也愿神让我们今天没有白白花时间坐在这个里面，乃是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新生命。这个疫情应该趋缓很多了，我有发现。口罩变少了，所以大家不戴口罩都还感觉很安心。我本来今天还想问弟兄姐妹说，你们是要用比较标准的国语，还是普通就好了？我可以讲比较标准的、内地的。
比较不会咬到舌头。通常我们讲北京腔是舌头往上，所以不会咬到舌头。但是说这个台湾自己的腔调的，有时候就会讲错了，就会讲到那个台湾国语这样子。所以先让你认识我。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15岁到台北来读书，我自己来读书。然后我25岁到美国读书，我自己去读书。我40岁我回来，我跟上帝说：上帝，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恩典，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恩赐，让我可以用音乐来服侍你。所以我就开始在音乐上用音乐来舞蹈。今天我带来一个主题叫新生命，因为疫情的趋缓，所以我们应该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让我们过去的3年当中，我们都平安，我们都健康，应该是献上感恩的时刻。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没有耶稣的保守，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可能有人死得很惨。但是因着神的保守，你看我们台湾叫做第1名。我们台湾的第1名是因为我们疫情真的没有很严重，所以让我们好像觉得也没有怎样啊。其实有怎样。我的朋友在我3年前在纽约，一开始就是3年前的4月，纽约大爆发，他就死了。那个当下我很紧张，我觉得好像这个疫情像瘟疫一样，要全扫过全世界了，宇宙全部都被它打垮了。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怎么祷告？我们上帝怎么撑住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活？在这3年后，我们仍旧在这里可以歌唱来赞美主。所以我很乡下的样子，但是我的心也很乡下。国语讲不标准的，请你见谅。但是我今天要先用一首歌来跟你分享，我怎么样对神呐喊，我怎么样对神说话。我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应当配得称颂。所以等一下有哈利路亚，我会把麦克风给你，就是哈利路亚是你唱就对了，好不好？因为你都坐太后面，你看你挂号的都是你唱哦，好吗？还有就是，因为我有小年纪了，我已经有小的年纪了。你说你小年纪，你老了吧？我姑且不让自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在服侍的路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时时刻刻充满着。你年轻，你可能还没有感觉到那个老了没有力量，需要上帝为你充满力量的那种感觉。就像你车子轮胎没有气了，上帝怎么样给你灌那个气进去？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当我呐喊的时候，当我赞美的时候，神的灵就与我同在，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个诗歌来赞美神。它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我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唱，好吗？一起，我们用快乐的歌声来呐喊。我的主啊，万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敬可畏。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遍满全地，跟随前方的仇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的王。
我相信你的心有被你的声音震动到。我有时候回想我过去走的这些生命历程，我很喘，我喝一下水好了。其实你把它回想我们刚刚唱歌的画面，你会觉得一开始你对我很陌生，后来又觉得，这歌好像还不错听哦，还蛮好听的，我还可以用这歌来敬拜神，真的是觉得很幸福。弟兄姐妹，从前我们家就是种田的，我们家种田，很多人跟我讲说，你种田，你音乐系怎么考上的？我不能想象你是乡下人，我们家住南投水里。我告诉你，是你的时代，你才知道南投水里在哪里。当我15岁的时候，那是40几年前，我上台北的时候，我讲的是一口台湾国语啦。我的国语是经过正音班教我的，同学都跟我讲，郑明堂你的国语不标准。我说不标准，或者是讲台语的啊。我觉得我将来也会有下一代，我将来也要对下一代的人传福音布道，所以我必须把自己的国语讲好。所以我去学华语，我把它正音班有正好一点吗？有，好在我很努力准备这一场的聚会。我要让你知道上帝的大能无所不在。你知道很多人跟我讲，郑明堂，你以前你们家一定很有钱，对不对？不然你怎么弹钢琴？我弹钢琴根本就是小时候教会学的啦，教会的老师教我们怎么弹，我们就怎么弹，就这样而已。我还记得第1堂课，钢琴老师教我们说，来学钢琴就是为了教会的司琴而已。你不要想你以后会当贝多芬、莫扎特，你不要想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也想说，我就是帮教会司琴而已啊，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可以用音乐来服侍神。对一个乡下小孩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对你在都市成长的孩子，你无法想象，乡下小孩没有钱可以学钢琴，我们家是农夫，爸爸妈妈没有钱可以让你学钢琴，你渴望要学钢琴那种心情，上帝都满足我了，上帝的爱充满我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告诉我，当你愿意服侍的时候，我就给你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会给你。上帝这样应允我们，你不要为了明天忧虑，你今天的忧虑今天就够了，明天的上帝自然会给你，他会给你意外的平安。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信仰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帮助。今天我带来一个题目叫做新生命。这个新生命里面，就是在描述我们过去这3年间，我们都没有死掉，而且现在我们都健康的还坐在这里敬拜上帝。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应该被更新，或者是说我们的生命这一刻就是新的生命？当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赞美，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赞美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生命，让我们可以活着，为他活着。我今天跟你分享第一个圣经节，在腓立比书第3章13到14。弟兄们，不要以为你已经得到了，你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上帝的奖赏在前面要给你的。当你一个新生命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计划。好，将来可能你会有小孩，你会有下一代，你会开始为他计划。我这个女儿，我要让她学什么。我这个男生，我要让他学什么，让他将来变成什么。当这个新生命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计划？当你这个新生命，3年的疫情过后，没有 COVID-19 了，你这一个新的生命，你要为神计划，
你的新生命要为神做什么？第一步，走出去，让你的脚步勇敢地走出去，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你过去也许是一个害羞的孩子，也许是唱歌没有办法拓开心胸唱歌的孩子，或者是你过去比较不善于交际的人，今天开始，你告诉神，神啊，我就是要为你走出去传福音。你赐给我好的口才，你赐给我勇气，让我勇敢的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成为大家的祝福。弟兄姊妹，当你有了这一份新的生命的时候，第一个开始，我就是要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语。主耶稣是爱，他来爱你的时候，当你感受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你什么都敢说，你什么都敢做。只要在正义的这一方，什么对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上帝都必定加添给你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分享新生命的时候，就好像你是一个 newborn baby， 就是被重新出生的孩子一样。你在神的面前，你跟神说：“神啊，我要跨出我的脚步，勇敢的跨出我的脚步。”我们主耶稣是爱，他必定帮助你。好不好？我们来介绍这首诗歌给你，让我们一起渐渐的开始思考：过去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将来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我要怎么样服侍神？我要怎么样追随耶稣，跟随耶稣？让我们借着这个主耶稣的爱，看到很多人的眼泪，我们怎么祝福他？我们怎么安慰他？一起来享受主耶稣的爱。主耶稣是爱，他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处，他的灵都陪你到天涯海角。我愿意倾听你心里的声音，无论你行多山多沧桑，他都陪你到天荒地老。他是耶稣，你的耶稣，他愿意陪你度过寂寞苦的日子。他的爱不更改，他的爱永存在。这爱名叫耶稣，他就是爱你的主。无论夜晚多黑，只要你有耶稣，他陪你人生路，他就是幸福。主耶稣就是一份幸福，他送到你的面前来的。让我们一起用真心诚意对主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礼物，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你是爱。”主耶稣是爱，他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处，他的灵都陪你到天涯海角。他愿意倾听你心里的声音，无论你行多伤多
谢谢你给我们爱，给我们幸福，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跟着你的脚步往前走。阿门。感谢主。当我15岁半来台北念书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孤单，因为讲话国语不标准，同学也会说讲那个台湾国语呢，有觉得被伤害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乡下本来就是讲台湾国语啊，来到这里还要你要跟我讲说你讲台湾国语，所以有时候你的生活很孤单。但是当我觉得说，他们其实期许的是我讲比较标准的国语。我去跟一个同学，我们所谓的外省人学华语的时候，学会了，他们反倒会找你，要不要我们去逛西门町？要不要我们去哪里？弟兄姐妹，当很多人来爱你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爱从哪里来？你知道我的爸爸跟我说，读书不用读很会读书不一定要很会读，但是服侍你要很会服侍，你要很会服侍。我心里想，我从小就主日学长大，我是第4代基督徒。其实你不要以为我是第4代基督徒，我就可以放松，其实没有啊。第4代基督徒反而容易迷失，就是你觉得说，哎呀，我再怎么样，主耶稣都爱我，其实不是。当你的追求变少的时候，你的力量也会减少。我爸爸期许我一定要到教会服侍，不仅仅做礼拜，你还要去教会服侍，就参与所有的服侍的工作。我说哇，这好累哦，又要读书，又要做事工。当这个事工你做起来很快乐的时候，你知道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帮圣歌队弹钢琴，我就帮青少器弹吉他，都是我新的体验。当我这个新的体验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会弹吉他，很多同学就会转过来看我。我会弹钢琴，才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记得我念工专，我念五专，我念工科，然后我的钢琴从国小5年级开始学，我学到国中。我原本想要考师专，可是我不能考，因为我有小儿麻痹，我行动不方便。那时候我是被拒绝在师专的门口。其实我弹钢琴已经弹到够标准的，就是录取标准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曾经丧失过，我曾经很悲伤过，因为我被排斥。但是呢，当我爸爸妈妈跟我说，当全世界的人都拒绝你的时候，爸爸妈妈爱你，上帝不会拒绝你。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当很多人都在念你做这个多余，做那个多余的时候，上帝看见，上帝需要你的服侍，上帝需要让更多人在外面的人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第二个，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经节是我们今天读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不管过去怎么样，过去都过去了。你看我过去被人家瞧不起，国语讲不标准，我被人家瞧不起，你的脚有问题，走路有问题，甚至学校都不让你读。当我在弹钢琴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来看，你男生也会弹钢琴哦。当我在学校弹吉他的时候，吉他社社长还找我说当社长好不好？我说不要，我的教会工作太多了。弟兄姊妹，当我长大的时候，你看我到10几年前、20几年前回来台湾服侍的时候，都很多人问我：你们家以前很有钱哦，不然怎么可以学钢琴？我花在学钢琴的，到大学音乐系之前，我的学费是0，我都是教会的老师教我的。感谢主，当我在基督里面，我跟神说：神啊，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所有的都加添给你，你要的都加添给你。当我们很早期的时候来这里叫敬拜赞美团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不是学古典音乐吗？我在学校修的是作曲，我是古典作曲。他说你不是学古典音乐吗？你怎么会这个？我说我以前在五专的时候，我就是玩乐团的，就是 play the guitar band 的，我都是这样玩，所以我会啊，我知道怎么编曲啊。他说你好厉害哦，我说没有，是我们的上帝很厉害，他在我们还没有想要知道做什么之前，他先装备了你。你不知道你今天在这里唱歌，底下人做的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看到你，叫他完全交托，他没有办法。当你去亲近他的时候，你告诉他主耶稣是爱，主耶稣的爱可以影响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一个安慰才是大的。你单单叫他唱歌，他感动在这里啊。当他整个人都活起来的时候，是因为主耶稣借着你去爱那个人。你不晓得你的服事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活在基督里的时候，跟基督一起复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更新。今天早上我来练歌的时候，我来练我的音响的时候，台语两位长老跑上来看我。哦，你唱台国语的哦？我说对啊。我还跟他讲，这是我世界首演。他也听不懂了，他也听不懂这什么叫世界首演，就是说这一首歌从来没唱过，就是把这一首歌献给你。我要活在基督里面，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说，主耶稣说，假如你活在我里面，我的光就要照你。我的光要照你的时候，你接受到我的光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新生命的个体开始。所以他说，凡行在我光里面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了。要得着生命，要得着新生命。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歌，我要活在基督里，我要向人夸耀，因为主活在我里面，我活在他里面。感谢主。所以等一下我们唱的时候，一起来。应该我有背的差不多了啦。你知道什么叫世界首演吗？就不管哪一个国家，这里就是第一次演唱，第一次我们献给上帝，第一次我把它献给建成的华语礼拜，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要向神夸耀，我要向人夸耀。神是多么的厉害，上帝是多么的棒。让我们一起来把这首诗歌献给上帝，让他知道我们都活在他里面。我要向人夸耀，我活在基督里，不畏艰难困苦向前行，从今时直到永远，我要成为他子民，有任何美丽。我要活在基督里，享受主恩的甘甜。我要活在基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我每天都要活在基督里，我要高举荣耀的美丽，跟我一起来啊！帮我一下。我要歌更高光，我在基督里，不畏艰难困苦向前行。从今时直到永远，我要与主连结，成为他子民，荣耀他圣洁美。我要活在基督里，享受
一起为主发光发热，要不要？你陪我唱，帮我唱，好吗？一起来！我要活在基督里，我要像人花样，我活在基督里，不畏艰难困苦向前行，从今直到永远，我要与主连结，成为他子民，荣耀他圣洁美丽。我要活在基督里，享受主恩的甘甜。我要活在基督里，我要成为新造的人。我每天都要活在基督里，我要高举你荣耀的美丽。我要活在基督里，我要活在基督里，享受主恩的甘甜。我要活在基督里，我要成为新造的人。我每天都要活在基督里，我要高举你荣耀的美丽。我要高举你，我要高举你荣耀的美丽。主啊，感谢你让我活在主你的基督恩典当中，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献上感谢，感谢赞美主，阿门。我失败了，我有唱错了，真好失败啊！有啦，是你不想说而已。我记得我在念音乐系的时候，我们老师都跟我说，你一定要台下练到至少20%，就是120分，你才可以上台有90分到100分，或者90分到95分。我其实昨天我有练到100分呢，但是你知道我都怎么唱吗？我都这样，我要向人夸耀，看我的眼睛，我都是眯着眼睛唱的。今天因为我有弟兄姊妹，你陪我一起敬拜神了，我总不能这样。我要向人夸耀，我要活在基督里。我眼睛一直眯着，你也会觉得我很奇怪。所以，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有机会我再来诗歌见证，这样好吗？好哦，我要把它血耻一下，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不够努力，不够认真。但是我跟神说，神啊，无论什么时间，你叫我站起来，扛你的十字架，我就站起来。当我40岁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跟神说，我的第一个工作条件是，只要有人叫我，我就去。我没有投我的 resume， 我没有投我的履历，只要有人叫我，我就去。弟兄姊妹，我在读硕士班、博士班的时候，我都回来台湾做监狱的工作。然后呢，我在祷告当中，其实我没有把监狱布道这一个选项选进来，因为我想说，我读这么高，我应该回来当教授吧，应该是有学校会找我吧，知道我回来了就会找我吧。弟兄姐妹，万万没有想到，你最没有摆进来你生命职场的选项的那一个选项，竟然成为我的选项。我下飞机的第2天，有一个牧师打电话给我，郑明堂，我怎么听说你回来了？我说对呀，我回来了啊。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工作？哦，我的心忐忑了一下，他是牧师，我跟他工作一定很吃苦。然后我就说，牧师，你说什么，我就跟你。我以为他要给我介绍台中的大学，因为他在台中的势力很强大。他说我在台
中监狱工作，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工作？弟兄姐妹，你有记得我刚刚的祷告？我说神啊，只要第一个呼召，我就去了。弟兄姐妹，你猜我有没有接这份工作？我接了，而且接了，真的很多年，非常多年，拓展了我的这个服事的疆域。就如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对着他的学生说：“上帝要给我们，他显现的时候，他要给你力量，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就这样子，靠着主的力量，我说牧师，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可以呀！你在硕士班、博士班读书的时候，暑假回来哦，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受刑人还记得你耶。弟兄姐妹，我这样子去工作了，我工作了好几年，非常多年，还有那个受刑人回来找我的，跟我说什么？老师，我因为听到你的诗歌，所以我信主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付出的心力，不是你想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没有。我只有想说，我就回来，反正也当不成教授啊，我就来当宣教师好了，传道好了，我就来布道嘛，不就这样子？弟兄姐妹，我写的对外的布道的歌，其实都不是像这么敬拜的歌，我都是写给他们听得懂的歌。所以有一次我到监狱布道出来的时候，走出来监狱的时候，一个曼妙的小姐走过来，老师，我是芬芬啊，我说纷纷扰扰的纷纷，你忘了我了？我说没有啊，你是？他说我就是之前在那里面的女监的。我说啊，你现在呢？他跟我做了一个见证，我永远都记得。我跟他说，以后你走出去，不要再走到歪的斜的路，你只要前面向着前面主耶稣给你为你设定的目标，你往前走就好。弟兄姊妹，他说，老师，就你这一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一出来，我没有想说我再去吸毒卖毒，我没有再去帮我先生卖毒，我没有，我就想说，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弟兄姐妹，他就去找教会。他有一天他找到教会，他不敢跟人家讲我是更生人，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来招呼他说：“哎，请问这位姐妹你是？”他说：“我是哪里来的？我是怎样来的？”这样子。他说：“哦，是哦，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他说：“我没有工作，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关了10年，他卖毒，所以关了10年，他都学美容美发。”他说：“我现在想要找一个美发的工作，这样子。”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无所不在，无所不有。你知道，他们教会就有一个人开美发店，需要一个助手，就这样子，他就这样子去那里工作，一直到近几年我才没有跟他联络。他一直都很感谢上帝借着我的口跟他说，只要跟随耶稣的就有福了。弟兄姊妹，只要这个福音有这么好的效果，有这么好的恩典可以与人分享，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不把它背起来？我们不来颂赞上帝这么奇妙的作为？所以感谢神给我们今天这些经文，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跟活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这段故事。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得着力量，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让我们一起借着这样的一个架构，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勇敢的往前冲。你不会的，祈求神给你力量。上帝说什么？上帝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什么？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力量就来了。弟兄姐妹，我希望借着底下这一首诗歌，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颂赞上帝奇妙的作为。我说，主啊，我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跟随你永恒的道路，因为你是我圣洁的耶稣。
君王，我感谢你，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提起勇气，跟神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我要跟着你走，走这么难走的道路，我相信主你的力量扶持我，一起来，颂赞你奇妙作为。我愿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永恒道路。你是我圣洁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为我在旷野开道路，你为我在沙漠开江河。我向你举手，我向你高歌，颂赞你奇妙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我愿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永恒道路。你是我圣洁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为我在旷野开道路，你为我在沙漠开江河。我向你举手，我向你高歌，颂赞你奇妙作为。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诗歌来感谢神，来颂赞他奇妙的作为。因为有了他的爱，陪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条永恒的道路，若不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里是空虚的，我们的日子是没有帮助的。但是神帮助了我们，我们一起来颂赞他奇妙作为，一起来。我愿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永恒道路。你是我圣洁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为我在旷野开道路，你为我在沙漠开江河。我向你举手，我向你高歌，颂赞你奇妙作为。你为我在旷野开道路，你为我在沙漠开江河。我向你举手，我向你高歌，颂赞你奇妙作为。给你好不好？来，我向你举手，我向你高歌，颂赞你奇妙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献上感谢，我们跟神说：神啊，今天的礼拜，我们要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歌颂赞美你。阿妹，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这个有一个 YouTube 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些歌我都没有听过。其实，我没有经费做广告，而且我也不是为了要赚钱而用这个 YouTube， 我是要让更多有想要这些歌的人可以听到这些歌，可以让它传出去这样子。你可以拿你的照相机拍这一个YouTube，然后呢，
再一个是我早上也有请台语堂帮助我，因为我们的福音车坏掉了，需要经费，所以呢，我这里有一些奉献袋，你也可以帮助我，就是在这个金钱上面，你知道监狱有很多监狱它是没有给我们钱的，而且我们进去，他们还很开心的，你来了你来了，但是我走的口袋空空的，所以小弟兄姐妹，你有负担的啦，你有负担的，你再为我奉献就好啊。假如没有带那么多钱来了，你就为我祷告，让这个福音的事工更广传，能够更在神的面前有主耶稣的帮助。好，宇翔说，我结束就要祝祷了。其实祝祷通常是牧师祝祷，可是牧师因为下午行程还很多，所以就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让上帝的灵陪着我们走，继续要走下去的人生的道路。愿弟兄姐妹蒙受神的祝福，蒙受神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借着这样的诗歌，但愿你得着力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没有白白的花费时间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来感谢你，用我们的全人都来侍奉你的时候，求主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建成教会华语堂的每位弟兄姐妹，都在主你里面得到主你的恩典加添，力量加添。丰富的生命也是从你来，我们愿意，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都蒙受着主你极大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大家，我们再一次将掌声归荣耀给神，谢谢。就这样吗？那个宇翔不讲话了吗？就结束了哈。好，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来哦，好吗？好。在想那是什么？这个 iPad 是干嘛用的？